都講翻啦，有好多研究報告講過，寫日記係一個好好嘅方法。咁雖然佢唔係藥物，但係佢係涉及到你嘅個人嘅思想啦、情緒啦，同埋啲日常生活嘅事件嚟嘅。咁可能我哋食藥嘅時候，可能控制到你個抑鬱症或者焦慮症會減少啦。但係啲研究報告講就話，如果我哋每天寫日記嘅時候，呢個係比起我哋嘅食藥呢，係低成本而簡單嘅一個嘅協助嘅方法嚟嘅。咁具體呢，其實好處呢，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寫日記。我簡單啲敘述啦，試下情緒嘅表達同埋釋放。因為你寫日記嘅時候，你會揾一個頭先我講過啦，揾個最舒服嘅空間嚟寫，亦都係冇人騷擾你嘅空間嚟寫。咁呢件事係對於你嘅抑鬱性入侵呢，係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咁仲有啦，你寫出嚟，咁你都會諗下嘢啩，咁亦都係有自我意識嘅反思啦。咁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你寫入去嘅時候，你會用一啲嘅自己嘅知識嚟寫入去，或者係你利用你自己經歷嚟寫入去。咁其實呢個經歷嘅時候，你都已經有一般嘅能力。譬如咩意思呢？譬如話我今日咧真係上司咧鬧咗我咧做錯咗呢件事，我咧真係好唔開心。但係你如果經歷過職場嘅時候，原來上司鬧我，可能即係只係為咗一啲我真係做錯嘢而鬧我。咁變咗你有個好似一個自我反思嘅作用喺裏邊啊。咁亦都會好似一個朋友一樣，一個自我對話嘅方式嚟識別到，我寫低好似條問題咁樣，咦，原來答嘅時候我係自己答翻嘅喎。咁呢個係好特別嘅。譬如話今日你今日寫一篇好感恩嘅日記啦，咁即係證明咗啲乜嘢？證明咗你嘅幸福指數咧又高咗㗎咯喎。咁你只係需要花幾分鐘，你將你今日感恩嘅事情寫翻低咧，咁你幸福指數更加高。係嘅，啱㗎。咁壓力同埋焦慮管理咧都會有幫助嘅。咁有啲研究報告講過啦，就係話訪問過66名一啲註冊護士啦，咁發現咧佢參加咗6次嘅分享寫日記嘅過程之後咧，跟住佢嗰個疲勞咧係同埋一啲唔開心嘅指數咧係減低咗嘅。咁呢個都有研究報告所講嘅喎。咁頭先都講啦，其實真係嘅，我哋好多嘢要嘗試放開自己，一啲咁簡單嘅事情，而你做到嘅，只係你會唔會考慮每日寫日記？我覺得成本真係好低、好低、好低，低到你都唔信。你只可以買一本簿，就可以令到你嘅情緒減低。點解大家唔可以試下呢？